係咩事咧？就係有關房屋局咁要求我解釋，期間嗰段時間就唔喺去澳門，咁我已經有醫生紙有就診去個證明，咁佢都話要我再補充個文件，再寫個書面去解釋嘅啦，咁樣。係，但係都叫你係要寫一啲書面解釋證明啊，要人物啦、人證啦、物證啦、書證啦，同埋要寫好個解釋信啊。嗰陣時你有冇寫好佢啊？寫咗佢話就理據唔充足，再要求我再補充翻咯，因為我再補充咁我就唔知點寫，就想請教阿詹 Sir 嚟睇下點樣。但係點解咁耐咧？2024年7月11號喎。咁我之前我係有交過，咁佢話唔接納，再叫我再補充啊嘛。再叫我再補充過，咁咪再請揾阿詹 Sir 你睇下點樣幫我。但係點解咁遲先嚟揾我咧？知道你係為貧窮者同行，為弱勢社群去同行啊嘛。係。OK， 多啲支持啊！因為都係第一次出嚟，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幫到多啲弱勢社群啦，係啦，謀福利啦，同埋解決好多問題啊！哇，好多問題呢度，你睇下，係啦，咁我盡快幫你解決，放心。OK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好，多謝你。當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喺下面留言，我黃德來經常會全力支援。記得點讚關注。